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學習點樣用 Wemos D1R1 主控板結合紅外線接收與發射器、16:2 LCD 螢幕同按鈕，製作一個萬能冷氣遙控器。首先，我哋嚟擺放好各個硬件元件。IR sensor 嘅 VCC 放喺 A1，GND 放喺 2N2222 嘅 C 腳位，OUT 放喺 A3，跟住喺 2N2222 嘅 B 腳位放喺 A4，E 腳位放喺 A5。10歐姆電阻放喺 B1 同 D1，470歐姆電阻放喺 D4 同 G4，跟住就擺按鈕。按鈕1放喺 E6、E8、F6、F8，按鈕2放喺 E8、E11、F9、F11，按鈕3放喺 E12、E14、F12、F14，按鈕4放喺 E15、E17、F15、F17。元件擺好之後，我哋開始駁線。首先駁電源與接地，將 Wemos 嘅 3.3V 腳位駁去 J1，E1 駁去 J1，咁樣 A1 至 R1 形成 3.3V 導通軌。跟住將 Wemos 嘅 GND 腳位駁去 J2，E2 駁去 J2，這樣 A2 至 I2 形成 GND 導通軌。跟住駁 IR sensor 嘅線 J3 駁去 Wemos 嘅 D7 腳位，之後駁2N 2222。J4 駁去 Wemos 嘅 D5 腳位，I5 駁去 I2，跟住駁按鈕嘅線 D6 駁去 D2，G8 駁去 Wemos 嘅 D6 腳位，C9 駁去 C2，H11 駁去 Wemos 嘅 D9 腳位，B12 駁去 B2，I14 駁去 Wemos 嘅 D8 腳位，A15 駁去 H1，J17 駁去 Wemos 嘅 D2 腳位，最後駁16:2 LCD 螢幕嘅 SCL 駁去 Wemos 嘅 D15 腳位。SDA 駁去 Wemos 嘅 D14 腳位，VCC 駁去 Wemos 嘅 5V 腳位，GND 駁去 Wemos 嘅 GND 腳位。硬件接線完成後，我哋點擊右上角嘅 Code 睇下程式邏輯。呢段 Code 嘅重點喺引腳定義IR 發射 D5，IR 接收 D13及按鈕 D6 大按鈕 D2 升溫 D3 降溫 D10模式品牌切換。來自多個冷氣品牌及運作模式 Cool、Heat、Fan、Auto， 仲有 EEPROM 記憶功能，自動儲存當前設定、電源、品牌、模式、溫度，斷電重啟後能恢復最後狀態。最後支援按下按鈕發射紅外線碼控制冷氣，同時接收器可自動捕捉實體遙控器信號，解碼並自動切換至對應嘅冷氣品牌與設定。check 完 code 冇問題之後，就可以開始模擬運作啦。呢個萬能冷氣遙控系統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。